좌회전입니다.
快走，要把你分开，好不好？他没有跟我说，没有跟我在那边拉扯。我有的客人很喜欢拉扯，就站在那边一直看着你。他帮你直接拿，昨天那个就是直接拿。地脑为好。Thank you. So two, right? Yes, hold on. What